Formula E 預售票售罄，想撲飛仲有機。照 Formula E 香港站下個月8號同9號就喺中環海濱舉行。第一日係名人競逐嘅電動房車挑戰賽，第二日先係 Formula E 正式賽事。想去現場一齊招，就梗係要買飛啦。但賽會就話9000張主看台同7000張 E-Village 嘉年華飛，加埋16000張預售飛已經全部賣晒啦。不過大家仲未絕望嘅。賽會就話當日9點半喺入口會有400張 E-Village 飛可以即場買。提賽事期間部分中環新海濱都會封路或者改道，大會已經安排義工喺附近派傳單提醒封路安排。喂，但係會唔會好似明福合咁，到嗰朝先嚟誤發臨時娛樂牌呢？大會就話政府同國際汽車聯合會要喺8號朝再巡視完先可以批個牌照，但就話一直同政府緊密合作，1年前已經開始重新鋪路，相信問題唔大。萬一有突發事故要延誤嘅話，會喺網頁同社交平台公佈同開記招交代啊！我睇蘋果度，因為一步四刊，幫埋飲食男女，梗係啱晒識飲識食嘅我啦，係咪？